各位老友記，你今日食咗嘢未啊？我唔係問你食飽未，我係想問你，你有冇喺不知不覺之間將一啲好似定時炸彈咁嘅嘢食咗落肚？大家成日覺得吸煙飲酒先至傷身，但係你知唔知世界衛生組織一早已經發出咗嚴重警告，有一種我哋香港人差唔多日日都會見到，甚至餐餐都食緊嘅肉，已經被評為一級致癌物，佢嘅危險程度甚至高過食煙。如果你仲係日日咁樣食法，真係等於親手毀掉自己嘅身體，特別係我哋呢啲去到50幾、60幾歲嘅朋友，身體機能唔似後生仔咁強，呢啲毒素積聚埋一齊，真係攞命疼。今日我一定要同大家拆解呢種世界第一危險肉。如果你屋企個雪櫃仲有，聽完之後真係要考慮下，係咪要全部掉晒佢？講到呢度，大家可能心入面會諗，邊有咁誇張呀？我食咗幾十年都係咁啦。即係咁講，以前我哋生活環境唔同，而家啲食物加工程序多到你唔信。大家認真諗下，平時去茶餐廳食個早餐，係咪一定要叫反個餐蛋麵，或者係嗰啲火腿通心粉，再去食個晏？又係咪中意叫碟叉燒飯，或者係嗰啲紅腸排骨飯？呢啲所謂嘅肉，其實就係我今日要講嘅主角——加工肉類。大家要明白一個概念：世界衛生組織下屬嘅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早喺2015年嘅時候就已經正式將加工肉類列入一級致癌物。乜嘢叫一級致癌物？即係同砒霜、石棉、香煙係同一個等級。呢個結論唔係隨便講講㗎，係班專家睇咗超過800幾份科學研究報告之後得出嚟嘅結果。佢哋發現，如果一個人每日食50克嘅加工肉類，即係大約2片煙肉或者1條半嘅香腸，患上大腸癌嘅風險就會增加18%。你試下諗下，50克咋？好多老友記早餐食份三文治都已經超標啦。點解呢啲加工肉會咁毒，甚至毒過食煙？首先，我哋要講下佢入面嗰啲添加劑，為咗令啲肉色澤紅潤、好睇啲，又或者係為咗延長保質期，等佢放喺超級市場半年都唔壞，廠商一定會加入大量嘅亞硝酸鹽。呢種化學物質一旦入咗我哋個胃，同胃酸一結合，就會產生一種叫亞硝胺嘅強烈致癌物。呢種嘢對我哋個腸胃黏膜傷害極大，長期刺激之下，細胞好容易就會變異，最後變成惡性腫瘤。再講呢啲加工肉入面嘅鈉含量真係高到嚇死人。我哋香港人好多都有血壓高嘅問題，醫生成日叮囑要少鹽少油，但你知唔知一塊午餐肉入面嘅鹽分可能已經佔咗你一日建議攝取量嘅3-4成？如果你朝早食餐蛋麵，下晝食火腿三文治，晚飯再嚟個紅腸拼盤，你個心臟同腎臟真係會負荷唔到。好多60幾、70歲嘅老友記，明明平時好少食鹽，但血壓一直跌唔落。其實好多時就係呢啲隱形嘅鹽分搞鬼。大家可能仲會話：我唔食午餐肉，我食鹹魚、臘腸總得啩？唉，老友記，呢啲嘢仲危險呀！我哋廣東人最中意嘅鹹魚，一早已經被列為一級致癌物。因為鹹魚喺醃製過程之中會產生大量嘅亞硝基化合物，好多人細細個就開始食鹹魚餸飯。其實呢啲毒素一直喺你體內積聚，特別係對鼻咽癌嘅風險增加得好犀利。仲有嗰啲臘腸、臘肉，雖然冬天食個煲仔飯真係好香，但入面嗰啲飽和脂肪同埋化學色素，真係你食一餐，你嘅血管就要辛苦好耐去清理。你想象下，如果你今年65歲，你個心血管已經幫你工作咗60幾年，已經開始有啲老化，有啲硬化，你仲每日塞呢啲高鹽、高硝酸鹽嘅嘢落去，即係好似喺條已經初初地嘅水渠度再倒啲泥沙落去咁。唔單止係癌症、中風、心臟病、糖尿病，呢啲全部都同呢種危險肉有直接關係。可能有人會問：咁我食新鮮豬肉、牛肉總可以啩？呢度我要同大家講另一個重點，就係紅肉嘅問題。雖然紅肉即係豬、牛、羊被列為2級致癌物，即係可能致癌，但如果我哋煮得唔啱，一樣係會變毒藥。好多人中意食燒肉，或者係將啲肉煎到掉晒嗰啲焦黑嘅部分，充滿咗雜環胺同埋多環芳香烴。呢啲名聽落好深，簡單嚟講就係同汽車廢氣入面嘅毒素差唔多。所以老友記平時煮飯真係要改下習慣，多啲用蒸、燉、白灼，少啲用煎、炸、燒烤。我知
叫大家完全唔食呢啲嘢好難，畢竟係幾十年嘅口味。但係為咗我哋嘅老骨頭，為咗唔好增加仔女嘅負擔，我哋真係要慢慢戒。你可以試下咁樣做。如果你以前一個禮拜食足7日餐蛋麵，而家試下減到2日，或者將午餐肉換成白灼豬肉片。如果你真係好想食嗰種鹹香味，可以試下用天然嘅香料，好似薑、蔥、蒜、洋蔥呢啲嘢，唔單止可以提鮮，仲有抗氧化、防癌嘅作用。仲有一點，大家一定要留意，就係我哋腸道嘅健康。當你食咗呢啲危險肉之後，如果你嘅腸道蠕動得慢，啲毒素喺你個肚度留得越耐，被吸收嘅機會就越高。好多老友記有便秘問題，呢個其實係大忌。我建議大家每日一定要食足夠嘅蔬菜，最好係深綠色嘅菜，好似菜心、芥蘭入面嘅纖維可以好似掃把咁，將你腸入面啲衰嘢掃走。每日飲多2杯暖水，保持大便通暢，其實就係最好嘅排毒方法。大家唔好以為呢啲係小事，我見過好多60幾歲嘅朋友，明明退休生活啱啱開始，諗住去下旅行湊下孫，點知就係因為平時飲食唔檢點，突然之間檢查到大腸癌，嗰種醫治嘅痛苦同埋對家庭嘅打擊，真係唔係筆墨可以形容。所以我今日咁大聲疾呼，係真心想大家長命百歲。再同大家分享一個小貼士，如果你去超級市場買嘢，一定要學識睇標籤。如果你見到個成分表上面有一大串你讀都讀唔出嘅化學名，例如乜嘢亞硝酸鈉、山梨酸鉀、紅色素 XX 號，咁呢樣嘢就真係少買為妙。真正好嘅食物成分表應該係好簡單嘅，好似新鮮肉咁，成分就係肉，冇其他雜七雜八嘅嘢。大家可能仲會問，咁罐頭魚呢？豆豉鯪魚好正價揀，其實罐頭食物本身因為經過高溫殺菌，唔一定要加防腐劑，但問題係佢哋嘅鹽分同埋油分通常都好高，所以老友記食嘅時候最好將啲油倒咗佢，或者用水略略沖下，咁樣會健康好多。我哋呢一代人經歷過窮日子，所以覺得有肉食就係好，覺得加工食品方便又好味，但係時代唔同咗。而家嘅加工食品已經唔再係以前嗰種簡單嘅醃製，而係充滿咗工業化學。你要記住，你個身體唔係垃圾桶，唔好乜嘢都塞入去。講到呢度，我想大家諗下，你今日買咗啲咩返屋企？如果你個購物車入面有火腿、有香腸、有培根、有鹹魚，我真心建議你攞去退咗佢，或者下次唔好再買，換成一條新鮮嘅魚，或者一嚿瘦肉，再加多根菜。雖然味道可能清淡少少，但係換翻嚟嘅係你未來10幾20年嘅健康。我想再強調一次，50幾60幾歲係我哋人生嘅黃金時間。我哋辛辛苦苦做咗幾十年嘢，係時候要好好享受。如果因為呢啲世界第一危險肉而搞壞咗身體，真係好唔抵。大家唔好以為食少少冇事，呢啲毒素係會累積嘅。每日少食一塊火腿，每年你就少食咗幾百塊，呢個數目係好驚人嘅。另外，大家一定要定期去身體檢查。如果你已經超過50歲，最好去驗下大腸鏡。好多時，如果你平時食得多呢啲加工肉，腸入面可能會生啲肉。呢啲有肉，如果唔理佢，過咗幾年之後就好容易變成癌症。早發現、早處理，絕對係保命嘅關鍵。除咗飲食之外，大家亦都可以多啲運動，唔使好激烈嘅，每日去公園散下步、拉下筋，或者去游下水。運動可以增加你嘅新陳代謝，幫你個身體更快咁排出嗰啲唔好嘅化學物質。記住，健康唔係單靠食1-2樣嘢，而係一種生活態度。我知有人會話，唉，呢樣唔食得，嗰樣唔食得，人生仲有咩意義呢？其實唔係叫你完全戒絕，而係要知所進退。你可以喺大時大節或者同朋友飲茶嘅時候食少少，但絕對唔可以變成你日常餐桌上嘅主角。你要明白你嘅味蕾係可以適應嘅。當你食慣咗新鮮食物嘅清甜，你自然會覺得嗰啲加工肉充滿咗一股藥水味。老友記，我哋一齊努力啦，為咗自己，為咗屋企人，由今日開始遠離呢啲世界第一危險肉。如果你身邊有朋友仲係日日午餐肉、餐餐香腸咁食，請你一定要話俾佢哋聽呢個信息。健康嘅資訊係要分享出去嘅。
我哋唔想見到身邊嘅老友一個個因為呢啲本來可以避免嘅疾病而受苦。大家可以試下轉用一啲天然嘅蛋白質來源，例如豆腐、豆漿、雞蛋，或者係新鮮嘅雞胸肉、魚肉。呢啲食物一樣可以整得好食，而且對心血管非常友善。如果你中意食肉類嘅口感，可以試下用菇類，例如冬菇、杏鮑菇，佢哋有好濃嘅鮮味，而且充滿膳食纖維，對腸道非常好。講咗咁耐，我最希望嘅大家可以坐言起行，今日翻去就檢查下雪櫃，睇下有冇嗰啲危險肉。如果有，唔好唔捨得，健康先係最貴嘅財產。你要諗下，呢一次病嘅錢可以買到幾多斤新鮮好菜，幾多條靚魚。最後我想同大家講，長壽唔係必然嘅，係要靠我哋自己去經營。我哋呢啲六張幾夜嘅老友記，最緊要係心態年輕，但飲食一定要老練，即係要識得揀，識得避，唔好俾嗰啲廣告或者方便蒙蔽咗你嘅雙眼。呢種被評為危險過食煙嘅肉，真係唔好再日日食啦。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嘅嘢對你有幫助，記得要同你嘅老友記一齊傾下呢個話題，大家互相監督，互相鼓勵，建立一個健康嘅生活圈子。我哋唔單止要活得長，仲要活得高質量，唔使成日出入醫院，唔使每日食幾十粒藥。呢種自由自在嘅退休生活，先至係我哋真正追求嘅目標。大家記住啦，病從口入呢句話係絕對冇錯嘅。特別係我哋年紀大咗，腸胃吸收同排泄都慢咗，更加要對自己好啲。嗰啲加工肉入面嘅化學嘢多到連蟲都唔食，你又何必將佢哋塞落自己嘅肚度呢？聽我話，由今日開始食返啲真食物，遠離嗰啲偽裝成肉嘅化學品。我希望下次再見到大家嘅時候，每個人都係精神奕奕、面色紅潤，而唔係因為血壓高、血糖高而愁眉苦臉。健康嘅選擇權喺你嘅手度，亦都喺你嘅筷子度。每夾一啖嘢食嘅時候，諗一諗呢樣嘢係滋潤緊你嘅生命，定係毀滅緊你嘅身體。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我真心希望大家可以避開呢啲飲食陷阱。如果你有任何關於健康飲食嘅心得，或者你想知多啲點樣揀新鮮肉類嘅技巧，我隨時都可以再同大家分享。老友記，大家保重身體，我哋下次見。